走最深的海洋，到那最高高的山，万物都告诉我，神是爱。欢迎收听迦南之声。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7月初1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波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渴慕上主同在的祷告，诗篇83到84篇，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。首先，我们要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：倘若你不与我们同去，谁知道我和你的子民在你眼前蒙恩？你的同在使我们跟世上其他民族有所区别。出埃及记33章16节。在2010年，在智利北部阿塔卡马沙漠一座金铜矿坑突然倒塌，一群矿工他们受困在700公尺深的地底下。这个工头厄舒雅没有在困境中陷入慌乱，所以呢，他首先就提议说：我们食物要一起来平均分配，虽然仅够撑大家来度过2天，他保证每个人的食物量都是一样的。即便如此，他不能保证食物吃光前是否能够被救出。就算辛迪他自己有一点绝望，也不能够表露出来，因为他是一个领袖，所以在大家的沉默当中他不能表露出这个绝望的这样的一个表情。在其中有一位基督徒，他就开始祷告：神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相信我们不是被遗忘在深深的地底。许多原本不信上帝的人，听了这个基督徒的祷告，都一一主动去找他一起祷告。在受困的期间，他们又再次经历了第2次矿坑的坍塌，可以说是屋夜偏逢连夜雨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但是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之下，他们挺了过来。透过一起祷告及他们从通风口送出求救信，外界得知他们都还活着，所以经过积极的救援，就在69天之后，受困的33名矿工奇迹式的全部获救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充满了对上主的渴望和寻求，这是诗人他表达出他在生活当中对这位上主他渴慕他的同在。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这2篇的经文一起来探讨这个主题，渴慕上主的同在的祷告，它的意义还有它的价值。第一个是要提醒我们对上主同在的渴望。上主的同在是诗人的庇护，上主的同在也在我们现今的世代也能够成为你我的庇护。在诗篇83篇当中，诗人面对敌人的威胁和攻击，他深知唯有在上主的同在当中才能够得到保护还有平安。所以对我们而言，在现今这个变幻不断的世代，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。无论我们身处在何种困境，我们都可以寻求神的同在，因为
它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。第二，诗人提醒我们，上主的同在是给我们的力量。诗篇84篇指出，依靠上帝的人是有福的，他们的力量在这位上主里面，他们的路程将会从一个高度到另一个高度。这告诉我们，在这位上主的同在当中，我们会获得力量，并且能够克服生命当中的各样挑战。第三呢，神的同在或者是上主的同在是我们的喜乐。在诗篇84篇里面，诗人对上帝圣殿的热爱与向往，不仅是对一个地方的热爱，更是对上帝亲密同在的渴望。在这里我们看到殿宇，其实它表达的意义就是上主的同在。当我们在上主的同在当中，我们会经历到真正的喜乐跟满足。第四呢，是上主的同在是我们的引导，我们的指引。诗人指出，我们在上主的同在当中，他会引导或者是指引我们，并且赐下智慧。无论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面临何种的选择和决定，只要我们渴望寻求上主的同在，他能够带领我们，指引我们一个新的方向。第五，就是上主的同在是带给我们恩典。84篇的诗人的体验当中，他赞美上主的恩惠光荣，他从不留下一样美好的事物不赐给行为正直的人。这是诗人对这位上帝的认识，他不会把好东西藏起来，不给他所造的子民。这些都是上主的同在中才能够体验到的。当我们经历上主的同在，我们将会看到他的恩典与爱永远坚定不移。其实敬拜上帝并感受到他的恩典和能力。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，我们透过祷告祈求、赞美感谢，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与神亲近，感受到他的大能。我们应该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，并且以颂赞和感恩的态度来回应他的大能。其实在现代生活当中，容易着重在物质追求和外在的成就，却是忽略了我们属灵的层面。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透过诗人在提醒我们，他如何透过祷告寻求这位上主的同在，带给他在面对困境的时候，诗人对上帝这样的一个体验，就是它不仅是一种关系，也是一种信仰，并且进一步感受到，不是只有想象的信仰，而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体验到他在软弱当中可以得着力量，在受攻击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困苦当中，他能够保护我们。当我们真心渴望上主的同在，我们就能够在他的恩典和慈爱当中经历无比的平安还有喜乐。让我们在每一天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们一起来渴慕并且追求这位上主的同在。我们来默想，你最近体会到上主的同在是什么时候呢？上主与你同在的美好经验带给你什么感受？如果现在
无法感受上主的同在，你会怎么办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您的慈爱和怜悯，特别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彰显你的恩典跟慈爱。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用我们的全心全意来渴慕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渴慕与你有更深更真实的关系。天父，我们知道你的同在能够带来给我们心灵的满足，还有我们的喜乐，并且赐下安慰的力量。我们要承认我们需要你，我们无法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来走我们人生的旅程，因此我们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你，让你的同在充满在我们的心灵，也让你的光照在我们人生的道路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我们最强大的保护者。在我们走过的每一个日子里面，每一个时刻，每一个征战当中，我们都需要你。求你带领我们，指引我们，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的温暖和慈爱的护卫。感谢你垂听我们真心的祷告，求你也继续与我们同行，直到永远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尤伯洪牧师，祝福您在每一时刻都感受到上帝的同在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